行政议会今仔通过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，7档会来投入400亿改善道路安全。针对工程方面，会先来改善路口行人的安全设施，推出限速30公里的行人，佮有个人优先的示范区。另外，针对违规记录真严重的驾驶，按说要开放定期换驾照，驾驶无让行人买记点，佮爱佮上课。 2021年底，台中市发生一架3人骑斑马线错被倒发的公车撞到，造成2死1伤的代志。迄时阵，妈妈甲一岁婴仔当场无喘气心跳，伊拉靠一个先生活落来。进前台南的查某囡仔甲妈妈过斑马线，也互小客车撞到过身。台湾交通的状况是真危险，也互外国媒体形容是过路人的地界。 走在斑马线上，有些车子也是不礼让的、或者他会靠得很近啊，突然就来一个紧急刹车，推小朋友的推车啊，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推，还有一些盲人的那个路道，常常走到一半就断掉。人行道，我觉得这个要加强，但是现在因为机车也多，车子也多，所以你真的说要给行人一个多方便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呐。 为重视过路人安全，行政院议会通过过路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，为工程教育、监理、执法等4大方向，7年投入400亿来改善道安。工程方面，改善路口路人安全设施，也推出限速30公里的过路人甲个人优先示范区。 另外，违规记录严重的人要开放定期换照，驾驶无要让过路人也要记点，佮参加讲习，各位校园电竞交通安全的教育。在工程面向我们提出了9项行动方案，我们会从点线面来推动相关的一个工程改善方案。当然，我们也会针对设计法规的一个检讨跟人行环境的一个考评。长期的话，我们会建立一个道路交通安全考核的一个机制。 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经费主要是放在工程方面，道安工作当中，汽车让过路人的观念是重点。另外一个重点是为政府这边设法透过交通工程，让民众较袂犯错。这是政府的责任。过去道安经费每年差不多5到6亿，这摆400亿是要彻底改善去除过路人地界的垃圾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